爱吃盐嘅声音呢，会吃到较快乐。做得起家嘅解问题嘅声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系伊嘅声音呢，分为是经节目。也归大家爱对总铺出发，去到北台湾同南台湾挑战。铁沙表、中浪、上山落海，伫竞争同合作当中，考验大家嘅耐力、体力同智慧。来，听听人向下去各地探险。上一集，人看到細妹吹用鹽路同跳嫩做嘅跳舞法，還拿起同沙期嘅人運動時，前面揾嘅食材進來，今日我來點功夫了。以下係阿姨搶兩線，阿飛賢、阿姨姨都所長一分，同樣係第二名。阿雷勇同阿福婷簽時落後，不過大家嘅積分都差唔多，接下來嘅比賽我繼續打拼了。再過來看下北台灣嘅細奶嘅吹，冇想到年紀輕細阿力神竟然安慰見人嘅，連男人都見成熟。以下係阿友群兩線，阿蘇伯同阿力神未叫到動點，其他三煞我在嗰度加油了。今本日嘅挑戰先對北台灣嘅細奶嘅吹開始。細奶嘅吹來到桃園嘅福興鄉，上來愛挑戰乜嘅呢？我最好去各地方老了，我會克服全部困難，我會怎麼向前衝？我唔會放棄。上了前三球，我愛勇敢接受挑戰。重量很重，所以衝下去，重量加速度直接就撞上去了。哇！大家都充滿自信、老決心。好，聽得來進行第一類挑戰沙箭。來，上箭。開始射擊，來，將大拇指握，大拇指放鬆，指尖，來，面向那個地方，好，來，好，瞄準，剪刀石頭布，這個要放開，只夾到箭的。沙箭運動看起來異常動搖啊，動作咪唔太。不過其實沙箭肩胛骨、手臂、腰骨同腳會更加有力。肌肉會較結實，會較有耐力，有當到好處哦。大家都會第一擺沙箭，乜人會學到輕鬆呢？現在呢，我要教各位如何拉弦了哈，這一步很重要。好，我們拉弦的時候呢，只要用到3根指頭，好，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，食指、中指夾着箭尾，無名指帶着弦，勾着弦，我們的指尖勾起來哈，因為爪子的形狀勾起來。然後呢，左手虎口往前推，推直，身體面向側方，目標物成90度，兩腳與肩同寬。好，在我們拉弦的時候呢，3個指頭把胸部抵出來，用我們大臂的力量，這個叫做大臂的力量啊，用大臂的力量往後帶，輕輕的往後帶。然後這個時候大拇指做什麼呢？固定弦的位置，所以我們是貼在我們的右側臉的下方。這樣子，你每次拉弦的力道都一模一樣，我們瞄準才有作用 ，OK 嗎？來，注意看我這裡，好，我把它念出來，剪刀石頭布，有沒有看到？哎，第一箭它是不是偏高了？我現在是瞄10分，第一箭它偏高又偏右，所以我們第二箭要怎麼做調整？在左邊和下面。那調整哪裡？調整我們的左手。就是我第一箭是偏高了，所以我第二箭怎麼樣？把它往左邊一點，再往下面一點。好啦，大家都學到差唔多誒，我開始來比賽了。沙箭比賽，一沙12箭，沙到目標總分請各位前6名得3分，3、4名得2分，5、6名得1分。好，請先係阿力神同阿美秀來開始。
赛时就是一开始也是像练习中那样，只是我看到那个地层射很好，所以我就手抖了，然后就大概就是射偏。要得那么多分，不是你猜，这又不是猜，不是怎样，是你要真的懂它，知道它。这件因为我喜欢，所以我有在家里有玩。阿粒神嘅樣嘅千標準，生來咪貼標準，分數應該懵懵嘅哦。阿明樹嘅表現咪懵懵嘅，佢也擺沙到目標。阿粒神總共3到43分，阿明樹33分。再過來看下天一組嘅表現。可能是心浮气躁吧，因为就是很紧张，只想要夺分数，没有先瞄准再射。因为就是要心平静下来才可以瞄准，心平不静下来，就是弓就会一直抖动，然后就是会射不准。哇！阿元仔見沙到目標，表現一定讚，都有可能會千高分哦。哎呀，阿蘇伯見沙就沙唔到，看起來伊唔參賽哦。阿元仔總共沙到40分，阿蘇伯搶得到11分。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会赢的，但我输了，所以心里有点像被那个剑刺穿了一样的那种痛的感觉，所以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。還有前面嘅兩三人，佢也都搶嘅到第一名喎。要放轻松，不要太过于紧张，然后姿势都做好，这样就可以。我射的并没有很好。他们让我笑了，其实也蛮感谢他们的，让我转换心情。因为他们一直射不到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射箭有点难度，就是主要是你手拉的时候要拉很长。我原本以为射箭就是这样，瞄准好发射了就这样。有时候就是你原本以为你射箭会在那个位置上，结果没想到没有，反而偏很多。阿奎神嘅樣嘅一切都冇乜嘅錯呢，莫怪見沙就沙唔到。阿有權咩強樣？天天的來，50級，先同通就調整好將來沙呀。當陣通就正確殺出來嘅箭就較準，做事情唔好搶愛夾，基本功還係當重要嘅哦。像我最後一箭才射中3分而已。一開始其實我都沒有分數，但是呢，後來就是有2箭有射到有分數了，我就覺得很開心，我終於射到了。恭喜阿粒神、阿元仔喺第1、第2名得到3分，阿明秀、阿蘇伯喺第3、第4名得到2分，阿友君、阿凱神得到1分。穿上，它是个背心，来穿上去，走出来。再來，今日嘅挑戰都同沙箭有關。頭下係傳統嘅沙箭比賽，一沙沙一箭，連連來沙。接下來就係結合嘅現代科技嘅雷沙衝繩順戰，愛同對手來比賽。一人有2條命，當你第1條命死亡的時候，它會閃爍3到5秒。這個時候是告訴你，你被打中了，被發現位置了。這3到5秒是無敵的時間。這3到5秒幹什麼用呢？能跑多遠就跑多遠，然後趕快去躲起來。他如果第2槍再被命中，注意聽，背心會告訴你命已用完，請出場。
好了，向下去看那很样的任务啦。抢救小鸭的大作战，文山组来进行1对1的比赛。2、3人看乜人先救到小鸭的，转到自家的位置就得到1分。第一组对抗的是阿立神同阿曼秀。抢救小鸭倒数计时，3、2、1，开始，往前冲，先准备抢救小鸭。现在看得到敌人，可以先把敌人歼灭，再抢救小鸭。看不到敌人就直接抢救小鸭。应对准对手，还爱见3块攻击，也是考验反应能力的一项挑战。哇！阿立神的动作动脚，一下就抢走小鸭的，成功救到小鸭的。第3人有2摆，本人杀敌飞，本人杀到2摆就出局。第一场的抢救小鸭的游戏1号获胜。我瞄的准头很准，所以在那个围篱旁边，他明明只探出一个小口头，但是我射就是射中那个。接下来看那天一场的比赛。3秒倒数，3、2、1，开始，往前冲，抢救小鸭。赶快，看到人先开枪，看到人先开枪。阿苏巴忙去夹个同小鸭的抢走。追着他，追着他。虽然阿奎神停定去到，唔过结果。我原本以为首博也会就僵在那里，所以我就踩在前面，没想到他比我快一步先抢到丫丫。可能是因为我跑得比较快，就直接去抢救我的小鸭鸭人，所以就直接把它抱回我的营地。然后途中也有对凯成开了几枪，然后结果到营地的时候再补1枪，结果他就离场。对，获胜的是3号。比赛的速度当家，大家来看那7米1场的比赛。抢救小鸭到处看到3秒，3、2、1，开始抢救小鸭。第一个人我们就把它歼灭。就是先不要怕别人射你，就是先去抢那个小鸭。回来的时候你再躲一下，然后你再射到还有3到5秒的那个自由期，所以你就可以趁那个机会跑进去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关键。7米1场比赛是阿曼秀、阿奎神同阿友娟组成的复数者联盟，同阿立神、阿苏巴同阿云仔爱比1场3对3的比赛。是讲复数者联盟赢的比赛，就做得3人分1分。抢救小鸭倒数计时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开枪，往前冲，把对方全部歼灭。这场比赛爱相互应付，发挥团队的合作精神。开枪打不到敌人，距离越近越准哦。队长，这样啊。小心！阿童出来了，把他歼灭！阿童出来了，2人把他歼灭！来，这我就骑到我这里来。小心！后面支援你的队友。当大嫂阿友娟、阿奎神、阿曼秀冇成功，真经爱团结，当中的发挥力量。3个打1个，我们包围他。太难了啦！这一场获胜的是我们刚才胜利的队伍。今日北台湾2种杀击比赛，阿云仔同阿立神都得到10分，恭喜佢哋。也係1分，阿立神同阿蘇伯成功贏進來，韓國都係打頭名。阿云仔、阿友娟聽到後輩，阿奎神同阿曼秀愛加油了。看說北台灣很激烈的比賽，係南台灣的情形樣嘅呢。
今日細妹嘅吹來到台南玉井區嘅田埔沙區，大家對今日嘅挑戰有乜嘅期待呢？聽講今日愛自家做料理，我當期待哦。入會限法哦，冇乜嘅高料太蝦，拿出啲內醬太脆反酸，唔啲含有三麻嘅強脆水果。我冇乜嘅會料理。希望今日做得同動物料理嘅推有相助。以太多嘅世界材料，我用板來料理呢。你沙琪嘅阿公阿婆，我喜歡愛慕。當場大家都等愛來挑戰料理，唔是要緊。啲料理以前，愛先拿到主要嘅食材。田埔沙琪喺20年前開始用菜瓜來做沙琪嘅特色，成功研製出菜瓜沙琪。今日嘅主要食材就是菜瓜。今天我們要採絲瓜，採絲瓜的重點，第一點，我們在採絲瓜的時候，盡量不要去弄手把它拉了它的那個梗會掉下來，會斷了，導致這一顆就會枯黃而死。那我們在挑絲瓜的時候呢？我們找絲瓜，它的外面有絨毛越多的，它表示它越嫩。如果說它是光滑的，幾乎整個是光滑面的，那個我們就不採。那個採下來只有做絲瓜肉。糖皮令人的小姐，大家啲愛用嘅托菜瓜嘅好，大家愛來好好托，會影響到背面嘅分數哦。它也有毛，可這有毛看得出來，可是這可以嗎？就找到一個吧，另外一個吧。所以你剪，你比較高。剪咯，剪。爆汁了。重嗎？哇，好棒哦！你看這一條絲瓜，你看它的絨毛好漂亮，你看絨毛好多，下面的花也是好嫩，可以食用的絲瓜哦。要搭配係田埔沙琪嘅發通中心，當日當主都會由沙琪地度嘅阿伯公阿伯婆來也打嘴鼓學習向下食煮。大家看到澳洲嘅成員來到也都滿嘅歡喜，一下 enjoy 來用菜瓜來做料理，愛請阿伯公阿伯婆來食了。創意小廚具，50分鐘內兩組各做2品料理。一類係菜瓜料理，另外一類就係用上一些本來嘅食材做出創意料理。阿伯公阿伯婆試食過後來打票，請個票嘅2品料理各得1分。魚先熱光滑對吧？我一下子。六歲嘅阿福田切菜切來當叔叔哦，搶人嘅太廚用嘅，平常時都是他緊湊有天做哦。做菜，是我的強項。第一個步驟，要先燒絲瓜，然後呢，再切豆腐，然後再打雞蛋，還有舀1小匙枸杞。我現在有點不太舒服，現在的工作交給你們了。以前說他做一盤滑蛋，然後結果他生病了，所以他教我們做，然後我們就自己做。很彩等一下，你幫忙把它放來這裡好不好？玉米水。你都沒有事做，應該是你吧？對，你放來，我再切菜。因為你們沒有安排事給我做，我想說他們好像沒有安排工作給我，然後我想去幫忙，然後他們就說啊不行。磊龍負責在旁邊玩，然後新宇是幫忙炒菜，然後放菜的，然後我也是負責炒菜，然後做很多事情。我打開咯。好。我建議你乾脆他回來了。沒有對半的。他沒有說要對半切。風吹日就送一些得到貴客嘅一來，愛來好好運用日到輪咯。還有2顆應該夠。其實啦，是愛本身人嘅機會，
也就会能力比印象的还较强。风吹的蒲蓉菜瓜豆腐完成了，哇，当香呢，当上颜色。六脆叶片包五菜瓜未完成的，同样黑色香味都有。这一道是自创的，自己创作的菜，里面的材料有酱油，然后蛋，还有丝瓜。要久一点的时间。两岁和黑技术来做创意料理啦！会教到，快点！可是丝瓜不行了，已经不行了，我们要重做。加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我们剩10分钟，7分钟，能做什么？把这个倒进去的。好，那先放算吗？就还蛮好。对啊，太大了。对，你不要再玩了，我没有玩。做菜很幸好我们这一组有一个大厨不停，让我们还有帮到忙，不会说是在帮到忙。我这次比较成功。大家都发挥潜能，第时间内做好的两片菜，看起来都好好食。唔知家己到阿爸公阿爸婆的口味冇？要开始从他说什么？从这个开始试吃。等等就爱来邀请阿爸公阿爸婆来吃食了，食题就用1几块的来打分数。我觉得爷爷奶奶会喜欢淡淡的味道，很清淡，然后不会太咸。他们几票？再融入他们那一堆有那个最后那个一起。可能老人家会比较喜欢豆腐之类的，因为豆腐松松软软，而且比较好咬。看爷爷奶奶在投票的心情，就是觉得啊很紧张、很刺激，到底是谁会得到第1名，然后也会认真的看有没有投错的。两片真紧动又放水，共有1片料理输到天梯。前面是风水的蒲蓉菜瓜豆腐，得到7高票。6岁的包5片菜瓜，每首长1分，得到第2名。2岁各得1分。做料理的时间，总是会有1个主厨特别显明，请2岁先1个主厨加1分。傅婷。之前少1分觉得很伤心，因为就我最后就是因为我是最后1名，然后可是现在队友帮我加1分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其实喺团体活动当中，有付出唔单抢打帮嘅到朋友，自家咪有很较深刻嘅体验么？希望大家都唔好强付出。目前南台湾区嘅总积分系阿11、阿2抢第1，阿飛賢第2，阿雷勇暫時落後。下20嘅比賽很較精彩哦！聽說愛記得繼續聽得會向下來依教哦。因為我們雞蛋很多，所以覺得可以用加蛋，然後再加絲瓜，做成特別的一個料理，自己我覺得特別絲瓜的這道是要煮久一點，會比較好吃，比較軟。我幫忙洗冰水、洗鍋碗瓢盆，還有擺盤。